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提供小农甲新农林更较多元的销售管道，也方便消费者会当直接买到在地优质的农产品，市府农业局开办社区菜市场的平台2档外，持续扩大服务的范围。上午正式宣布，伫新市区农会设点，互民众客菜更加方便。这款有机的蔬菜水果，全部拢是来自小农的新花，因必须经过农业局把关以及安全标准认证以后，才当加入社区菜市场的销售平台。而新市区农会响应政府政策，配合推动地产地销，因此上午也宣布开办储汇的点，让消费者更加方便摕到因落店的农产品。感谢台南市政府办这个迄个菜市场这个平台，伫咧阮新区这个所在有透过小地主大佃农的小农啦还有新农人，嘛有职员班呢，拢有经过认证职员班，提供真安全、搁真好食的物件、农产品，提供伫这个所在，提供阮新区农会这个超级所在，透过各方面。不管是来遮购买，还是透过网络网站FB 拢会使来订座。目前伫店市总共有8处储汇的点，民众透过脸书也或是来订购农产品，伫每礼拜5再进行储汇的动作，不但提供小农更较多元的销售管道，也让消费者会当直接买到安全佮安心的食材。我们引进这些新农人，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就协助。除了技术、除了资金、除了土地协助新农人以外，另外一个需要协助的就是他们的行销。那我们行销的手段，除了协助他们上网订购或者他们其他的传统的订购手法之外，我们特别推出社区菜市场，由民众到我们的赖去订购，或者到我们有一个假实在网站去订购那我们台南市目前设置了8个取菜点那民众看他是自己的那个所在地可以选择他的取菜点。农民支持将农产品配送到北部，不但增加运送的成本，而且也有菜叶损伤的风险。现在透过社区菜市场平台，协助因将在地优质农产品直接伫当地销售。因为我们的蔬菜都要运送到台北，运动到台北有耗损的问题，还有运费的问题，所以从10月份开始有了这个我们地产地销的活动。我就非常乐意的参加，而且我们在地的市民也可以品尝到最新鲜最健康、最安全的食材。除了开办储汇点，新市区农会也鼓励农民将好的产品放伫农会的超市贩卖，而且到12月底进前，只要消费满200块以上，包括至少一项毛豆系的产品，就当用优惠的价钱买到新鲜的蔬果。希望民众拢会当来支持在地的农产品。但是我们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有企业的头家因为感染劳工的辛苦甲重要，不止超越禁用身心障碍者，各帮员工缴学费、办结婚，甚至有员工欠地下钱庄钱的，也拢退刑。亲像这款温暖的企业，上午也一接受劳动部婚家男婚署颁奖表扬。由劳动部婚家男婚署长亲自颁奖，就希望鼓励这群不管经营身心障碍者、中高年龄，还是离岛就业等特定的对象，拢真用心的厂商，会当成为这企业的模范。而今年嘛是婚署首次办理。27间报名的厂商当中，严格评选出这6间符合优先职场的标准，因的数节嘛，让婚署长相当感动。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对于特定对象，像身障朋友或是中高龄等等，在职场上的表现透过我们这些老板对他们当成家人一样
那给他们很好的一个照顾还有福利哈。那像我们这次选出了6家的企业哈来获奖，其中有2家是特优厂商哈包括我们台南的灿阳哈，那灿阳企业是知名的国内做卡车车灯的一个企业哈，那经营得非常好，但因为董事长是白手起家哈，那照顾非常多这些身障朋友，超额金用大概4倍多哈。那我们看到他也打造一个所谓的听障的生产线哈，那也培训很多不同障别这样的一个身障朋友。其中核选第1位产业企业，不止超额经营身心障碍者，头家更家己提钱帮助员工行销，累计到达高达300多万，甚至建立员工无利息借款制度，真正足甘心。虽然头家人伫国外，不过透过影片嘛分享伊的心情。如果说企业可以帮助一个同仁离开这个卡债，那同时又可以兼顾到他的家庭，我想社会就少一个破碎的家庭。那我曾经跟这一堆人讲说，你不需要来谢我，也不需要来做任何回馈，只要在你能力好的时候有机会，把你周遭需要你帮助的人继续去帮助，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回馈。相信今日的颁奖只是一个向前表扬，上界重要嘛是希望有更较侪企业公司来观摩学习。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罹患膀胱癌的雷霆珍，伫个熟悉这位得到忧郁症、失业真久的单亲妈妈张小军以后，就热心帮助介绍这位单亲妈妈到仁安基金会去学航韩籍，并且伫个健康路、甲富联路交叉路口摆档，要靠家己的力量再次站起来，也希望民众会当给因一个机会。就伫个健康路甲富联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边啊。张小姐当咧为因整理这小小的航韩籍单，这是曾经得过严重忧郁症，而且失业真久的伊，重新站起来一个机会，提起勇气再次面对人群。张小姐虽然无愿意正面对镜头，但因打拼做工课背影，甲实实在在的态度，拢显示出伊想要靠家己站起来企图心。会当行到这步，积极协助伊的身心障碍人士雷霆珍也占了真大的功劳。因为伊的介绍，才让张小姐到仁安基金会学习要如何航韩籍，也才有安尼一份头路。张姐的话，她是那个忧郁症啊，尤其算是中年失业吧，也希望说，现在目前的话，算是说需要大家的帮忙的话，帮忙度过这个难关。尤其年关也将到了，我们2摊的话，我们2个摊位的话联合起来，算是说把每日的营收的话的5%送往那个仁安基金会台南站的那个第28届韩式30尾牙，这一切，我们也算是说回馈于基金会的照顾，算是说我们。只是付出一点小小的爱心，也希望说各位民众的话，可以多购买地瓜来帮忙。其实，一个生活困苦的民众，拢会互相协助。亲像这位郑小姐，有闲的时阵，就过来买航韩籍，也互人感受到社会温馨甲爱。我自己本身在制作手工水饺，然后因为张姐她本身是有点身心障碍。然后我们大家都会集结在一起，去帮助喜憨儿，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希望社会大众能多多帮忙支持喜憨儿，以及那种失业的一些团体。现在真的经济状况真的很差，然后希望社会大众把你们的爱心去给一些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虽然因拢面对着命运无情的打击，但因有缘靠着家己的力量，希望会当伫个社会上生存，嘛希望社会大众互因较侪机会，到健康路甲富联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东区中华东路甲崇明路的路口，这2个所在来买一份航韩籍，传达满满的爱甲关怀。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
议员曾顺良自友会长期关怀弱势儿童甲吉兰救助家庭，每一档拢举办优秀青寒学生表扬餐会。6号中昼选伫东区的购物中心知名餐厅举办，总共160位的各中小优秀青寒学生接受表扬，场面温馨。议员曾顺良自友会中昼特别选伫东区购物中心的知名餐厅举办优秀青寒学生表扬餐会。邀请到东区各个中小校长、师生以及里长等人做伙参与。会中更颁发奖状、奖品以及奖学金，来勉励家境清寒的优秀学生。而教育局长陈秀平也特别到场参与，肯定良友会这款的盛行。曾顺良议员呢，已经10几年耕耘就是让我们这些在学校呢表现优秀的同学他们呢可以透过良友会这样的机制呢，给他们加油打气给他们鼓励这样我们曾顺良议员的这个团队呢，长期以来对我们教育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怀跟支持给我们很多正向的能量，也办了很多小朋友的活动、亲子的活动对我们国家的这个下一代呢，其实真的是应该说出来要用行动来支持我们这些小朋友跟教育工作我个人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已经举办12档的爱在东区优秀青寒学生表扬餐会，在良友会的坚持之下，每一档拢持续办理。议员曾顺良也勉励小朋友在现阶段认真读册，希望未来有能力时也会当回归社会，并借此呼吁社会大众做伙来重视囡仔教育。我想教育是我们的百年树人，也是国家与社会安定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这个教育办好，以后我们社会隐藏的很多的危机。我要一句话，我要送给各位我们所有的学子、所有的小朋友，你们以后有一天当你们成功了，也要秉持去现在一样，跟我们所办的活动一样去照顾跟你们过去一样认真求学，而且家庭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同学多一点鼓励，我想这样整个社会会更加的和谐。接到这场的表扬餐会，然后学生向你美食，也可以得到自我的肯定，做伙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时光。感谢文家山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日本群马县水上町四季拢有无同的风景，而且阁有真侪具有特色的农产品甲手工艺品。现主时因特别伫台南百货公司举办观光不散展，邀请民众前往感受水上町的魅力。由东区妇女会带来精彩的日本舞蹈，为群马县水上町观光不散展的记者会做暖场，和现场是充满日本味。这次伫百货公司展出包括群马县吉祥物的系列产品，以及玻璃所做的手工艺品，每一项拢是精致佮特别。伊也希望借着不散展来提升水上町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观光旅游。除了很多特产、很多玻璃的工艺品，还有很特别的日本的刺绣的，真正刺绣的新娘的和服。现场你如果
有购买我们的商品，就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体验一下穿上日本新娘和服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又再次可以跟水上町这边来做一些物产的合作。那每一年的水上町的物产，都给台南大圆柏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办那个物产展，非常感谢台南的朋友。那我们水上町有非常多的那个天然资源，包含我们的雪景，还有我们的山景，还有我们一些天然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但是这边呢，今天我们在这边展示我们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工艺品等等。那包含就是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水上町来，然后吃我们的那个草莓啊，一些天然就是水果的部分这样，就请大家一定要到我们水上町来玩，谢谢。这次展出的产品全部拢是由日本制作，展期一直到12月13号为止，邀请民众做回来体验水上町的魅力。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挽救台南美食家的品味，台南大圆皇冠假日酒店特别引进日本东北特殊的饮食文化炉端烧，设计出一套适合寒天会当大嘴食烧烤、大嘴啉米露的料理特餐，再加上客制化的握寿司料理，要让消费者体验无同款的美食香宴。相传日本东北先大者，当地民众介意用像画面安尼炉端烧来料理每一道的食材，将新鲜的蔬菜甲丰盛的海产等等，拢烘甲香公公。接下来，因会使用着船桨，将完成的料理送到顾客面头前。安尼趣味的饮食文化甲方式，首先由大圆皇冠假日酒店的特色餐厅恋华新时尚餐厅引进到台南来。要让消费者拢好好体验，同时也传了日本东北仙台的名产牛舌，要让消费者好好享受，安尼充满日本风味的美食料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炉端烧，它比较特别，是在南部的酒店当中是唯一的一家有所谓的酒店里面有炉端烧的。那炉端烧的特别地方就是我们是引进日本仙台它的渔村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用小渔村他们用个红砖围着个四方形，那料理长坐在中间，然后去做料理的时候呢，把完成的料理的食物呢用船桨传递给周边的一个顾客，那用这种方式呢，跟顾客呢达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互动的模式。那因此呢，在日本仙台就引起了一个算是风靡。那这样的一个饮食的文化也引进到我们的饭店来。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炉端烧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用船桨传递料理好的食物给客人来享用，希望呢达到一个互动一个效果。炉端烧料理相当重视食材的新鲜程度，这也是总铺师特别强调的部分。希望用简单的料理方式，就让顾客会当吃到原汁原味的料理。以冬天比较特别的食材，然后跟日本方面是同步的，然后尽量就是做出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这样子。青干呢，青干是比红干鱼更进一阶的鱼种，它油脂很丰富，很细嫩，然后烤起来酥酥脆脆，表面酥酥脆脆，然后里面是很软嫩的这样子。大圆皇冠假日酒店恋华新时尚餐厅，不但用餐的环境用砖仔头贴出开放式的空间，充满特色，而且佫以着专业新鲜的日本料理作为主打，希望让民众感受到正宗的日本风味。除了好食的烧烤甲好食的握寿司之外，业者也提供了无含0到8的生啤酒，要让消费者享受并体验一场日本美食甲文化飨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了解台港过去的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规划港厝走客楼巡回展览。第一站选择来到南台湾创新园区，其中上界难得的，就是展出已经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的金狮头。展览当中，主要将过去台港文化的风土民情，用特艺雕刻功夫所呈现，来描写台港这片土地变迁甲生活文化以外，上界精彩也有已经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由客安寮乡乡特别向罗里门体育宫跋杯所请来金狮头，加上现场男性金狮阵的坐镇，场面热烈滚滚。
即个是迄阵啊，迄个北山尾大天后宫迄个乐天大桥吼，有参与到即个活动，所以特别保留来。啊，袂即是配合西港啊乡科吼，伊是等于拢差不多3档做了，若开工新的迄粒路放着天顶就发得转去啊。啊，所以即个是有较有意义，甲保留落来啦。啊，所以你都单单看即个台头吼，这其实是含带真侪意思吼，就是讲伊有含带甲五行哦，金木水的土拢伫因内底哩。啊，这是手工每一颗呢做的迄种材料完全无共款。这场由历史博物馆所主办，合作耕厝走溪流展览，所讲的耕厝，就是过去台江东湾庄头的厝边，大家做伙将规间竹仔厝搬到安全地点的经验，等于是现在大家做伙搬厝的概念。这摆巡回到南台湾创新园区来展览，该区除了发展科技以外，用力丰富的社区文化。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跟在地的社区能够有更深入的连结。台江内海是台南人很重要的一个记忆。那今天很荣幸，台湾历史博物馆呢，在这里策办了这个耕厝走溪流这样的一个特展，很深入的结合台江内海这一块地方，现在叫做安南区过去的生活形态，跟现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场合可以连接，我们非常的荣幸，也希望在地的乡亲可以多多的参与。该展览对今仔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31号，还要请民众踊跃前往观赏。但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组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